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和合本圣经在273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上，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管家生活2：做时间的管家”。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的同在，使我们领受到你的祝福。你赏赐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要如何来回应？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来做好管家的工作。愿主你亲自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要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管家生活的第2讲，做时间的管家。做时间的管家。我们想想看，在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教会社教第49周年的纪念主日。在过去这49年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信仰的前辈，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他让我们教会一步一步的建造到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礼拜堂当中，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在敬拜上帝，这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信仰前辈他们努力下来的，也是可以从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起来学习。那么，在过去这一段日子里面，虽然有些事情我们并没有参与，但是于我们个人的生命，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是否有好好的将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时间做好管理呢？是否我们有好好的去检视一下，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否有来回应他呢？特别是我们这些事上面，在时间的管理上，我们能够符合上帝的教导吗？特别在时间上，我们不免也要说，那跟传福音有关。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设定一个时间，在什么时候需要为我们的亲友来祷告，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来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在什么时刻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带领他们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在什么时刻我们要让他知道上帝救赎的恩典就在他们的身旁，还是我们在什么时刻可以带领他们进来到教会里面，参与在团契教会的生活当中？一连串的问题其实都跟时间有关系。我曾经看到网络上一段说他有一个人，他跟上帝在对话，他问上帝说：上帝，在你看来，1000年看来是像一日，对不对？对，上帝说：我的1000年如一日。那这个人又跟上帝说：那所有的财富在你看来不过只有1块钱，对不对？上帝说：对。这个人他就说：那上帝，请你给我1块钱。上帝告诉他说：那你等我1天。代表着这个时间的掌握不在于我们的人，是在于上帝。因此，我们要如何知道并学习做好时间的管家？今天以弗所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在这卷书信里面，它是以教会的建造为主题的一封书信。教会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成长，在生活、在身心灵各方面一起成长的团体。因此，在以弗所书里面，它也是在论述信徒生活的一卷书信。那么保罗在这书信当中，
特别说明了每一位信徒都是上帝特别拣选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灵。我们需要真的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定下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当我们相信了，我们每个人就如同一个新造的人，从里到外彻彻底底的被上帝的爱所改变。因此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我们就要弃绝过去老我当中的一些谎言、嬉笑的话，按着上帝的教导来说出诚实的话语，造就人的好话。因此上帝更希望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行事，像光明的子女，不叫圣灵来担忧。然而在做新的人，要过新的生活，我们在行事上面都要像一个有智慧的人一般。然而在这个智慧人，在今天的经文说，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此我们要从这里面去明白了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不要当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学习的典范非常多。今天在这边举摩西为例，摩西在过去他的一生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有许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学习，以成为我们的典范。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从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做智慧人有3个要以及2个不要。第一个要是要谨慎行事，要谨慎行事。那经文第一段就说，你们要谨慎行事，特别是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谨慎行事。第二个是说，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代的世代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将时间浪费掉了。第3个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今天经文里面，特别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特别有提出2个不要，是不要像愚昧的人，不要像愚昧的人，也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不要做糊涂的人。摩西成为我们的典范，当中有许多，我们今天特别从这几点当中来看一看摩西如何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模范。摩西是一位智慧人的典范。当他看见荆棘被火烧着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心中是存着怀疑，也有可能他不知道该如何。但是如果我们用正面的思想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并没有冲动的去做什么，他是很谨慎的行事。他过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上帝呼召他要去见法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刻，他没有立刻很兴奋说好我去。他的内在，我想他也是很谨慎，问了一些问题。他做了一句很重要的事，他问上帝说，那我要如何向百姓说明，到底是谁要我带他们出埃及呢？他问了上帝，我该如何称呼你呢？当上帝已经行了神迹，当他在法老面前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刻，他还是很谨慎的。我们说他还是认为自己不足也好，或者他有一颗谨慎的心，他请上帝再去寻找比他更合适的人，带领他出埃及，带领百姓出埃及。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见摩西他谨慎行事的地方。摩西他也是一位爱惜光阴的人，他深深的了解这光阴像流水一般去而不复返，像睡觉一般很快就醒来了，像草割下很快就枯干，也很像一声叹息，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当他年老之时，他仍然向神这样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他明白要如何来纪念，以及如何来献上感谢，如何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在每一天当中，为的是要求得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摩西他也是要来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他非常清楚，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旷野的时刻，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来带领，他知道他要来面对神，他来领取上帝的恩典，他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因此他蒙召上西乃山40昼夜，在这40昼夜当中，上帝对他宣示的10条诫命、律例、典章，让他跟他面对面来告诉他。上帝也常常降临在会幕，对摩西说话。在民数记12章7到8节里面，特别记载的这一段经文是上帝他自己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明语，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上帝启示了摩西，让他明白的面对面了解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如今我们才可以从出埃及记、从民数记这些书信当中，看见上帝所颁布的律例典章是清清楚楚的、很明白的，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也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不要我们每一个人像愚昧的人，不要我们做糊涂的人。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摩西，像个有智慧的人。愚昧的人代表他的行事有可能非常的莽撞，他没有谨慎；糊涂的人代表他不清楚这个世代的一个景况，他跟着人家一起去做，他明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因此，从摩西的这样的一个生平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看见，在今天这段经文，要我们谨慎行事，要当个智慧的人，要学习爱惜光阴，更要透过每日与主亲近，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然而，在要爱惜光阴这件事上面，我们更要学习摩西，求主让我们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我们做一个新的人，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在形式上，我们真的要爱惜光阴，做好时间的管家。保罗特别说，在这个世代邪恶，在现今的世代邪恶。这句话不是讲那个时刻而已，而是讲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面对的，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因为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特别他在提醒我们的是，有敬虔的外表，却违背了敬虔的真实的意义。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过去我们可能都会犯了这些的错误，但如今我们却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将这一切的不好来排除，使这些不好远离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再知道，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不再爱惜时间与光阴，不再爱惜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这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就会随波逐流，在这个世代活在这样的一个邪情私欲里面。所以我们要运用每一分的时间，活出圣经里面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及忍耐。特别要将这一些与我们身旁还未认识主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在这个世代，上帝要我们做的工，就是为他来征战，
为他来征战。因此，做好时间的好管家，我们就必须有几点我们要来明白。第一个是，我们要确知这个时间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在一天24小时当中，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主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来运用。所以我们必须向主来说，若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一件事，也可以做那件事。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知道明白主权在神的时刻，我们才能够有效的管理时间，为时间做计划。上帝将这个权赐给我们，不是要我们空空的去度过，要我们忠心，而且要有远见，来做好一个好的管时间的管家。第二个，我们在这个里面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的一生非常的长，可是我们有时候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活到什么时刻，所以我们可以用1年为单位，做一个长程的时间的工作计划，以及个人的成长计划。1年也是我们教会在做年度计划的一个基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年的和会手册最后一页一拉开，有着1年的行事历。我们把1年的行事历把它确认之后，我们就能管理我们每个月、每个礼拜、每天的时间，按着每一年所定出来的时间，我们在每一天里面，我们就可以按着我们所定下的时间，我们一一来完成我们所应当做的事工。耶稣在他3年的传道生涯里面，在他选择在逾越节预备进入到耶路撒冷，他被捉拿，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在那个时刻，其实耶稣他知道他要怎么样来做，他已经知道他的时间表了。所以在这个时间表里面，他知道他什么时刻他该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可以从4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每个时刻，他都积极的在做一件事，将那好消息传给旁边的人，以及他在训练门徒。第3，我们必须很精细的来管理短程的时间。在市面上有很多管理的书籍，也有很多管理的工具，甚至我们可以运用年历、日历、月历来管理我们的行程。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可能1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比如说已经排定的聚会、约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灵修、运动、进修等等的。我们有这些的需要，我们可以按着次序把它标示出来，排入1周的时间表里面。但是排完之后，我们很奇妙的，如果你去排看，你会发觉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时间。这些时间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到底我们排好我们应做的事情之后，空出来的时间我们在做什么？这就是让我们思考的。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刻，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原文书要读，有很多教授指定的书籍要读，往往桌上就这么高的一堆书。我在想，我怎么读得完？永远都追不上老师教授的进度，永远都有写不完的报告。我都不知道过去那个时刻我是怎么度过的。但是感谢上帝，透过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提醒了我一件事。今天从这一段分享里面再一次去解释，的确我们都有零碎的时间。比如当我们把时间排好之后，我们都有零碎的时间。那位属灵的长辈就告诉我，你要利用零碎的时间来完成你那些读书的计划。所以他特别跟我讲的一个零碎的时间，是我现在还依然会拿来使用的。其实那个时间就是上厕所的时间。他告诉我，你就坐在那里，你也没事做，你就把你要读的书籍拿来读。因此，我们可以去查考我们一整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们到底有哪些时间是空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弹性来运用，然后确实来遵行我们的计划。
第四，我们要养成爱惜时间的好习惯，不要过度浪费在看电视、上网、看杂志、闲聊。昨天的周六礼拜，我问一下青年，我说早上你们一起来，就把你的手机打开，然后就按社群 Facebook 来看今天有什么消息的，请举手。结果还是有蛮多孩子举手的，他们把时间忘记了，他们被那样东西所限制住了。因此我们要知道，不是说看电视不好、上网不好、看杂志闲聊不好，没有。透过这一些看电视、上网或看杂志，是为了让我们吸取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和知识，但是我们适可而止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时间我们该做什么事。如此，我们在处理一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如何来完成。那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现在整天都没有什么事做，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的时间很多呢。事实上，上帝赐给我们时间，就是要你去思考，你该如何来运用。如果牧师告诉你，你空下来的时间，你就来读圣经，我想你可能读个2天，你就会开始反弹，说牧师都叫我一直读圣经。事实上，上帝赐给我们的时间，让你很自由的可以去运用，代表着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透过时间的管理，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这个丰富代表着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上帝的关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有多次他说我的时候到了。他对门徒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至，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如果按照耶稣对时间的判断，他已经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爱惜时间的典范。他特别在门徒所看的是，在这环境当中，他说到收割的时刻还有4个月，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都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想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为主来做工。所以当你的时间管理上面，你知道你要何时来为主做工，何时向人来传福音，何时将你所领受到的爱来关心你的亲朋好友。我想上帝要我们看的是，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试着想想看，在你的时间上面，你是否已经可以向人来传福音了呢？我想我们要学习耶稣做一个爱惜光阴的榜样，我们就要来学习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要明白主的旨意。重要的是要操练明白主的旨意。要如何来操练呢？其实以保罗来说，如果他知道上帝最终是要他往马其顿，他就不会往比推尼去。如果他早知道主的旨意是要门徒往地极去，保罗就不会说我一定要到罗马去。因此保罗在此要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查验上帝的旨意，一生我们就能跟随他，能够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生命。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为了明白主的旨意，顺从主的旨意。保罗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当他要离世之刻，他说：我已经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代表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安排，特别是他蒙主的光照之后，他明白他的一生的目标在哪里。我们也要明白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每天的读经
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透过环境，透过话语，来明白上帝要我们如何来做。因此，我们能够让上帝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做好时间的规划，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时间的好管家。忙碌事实上是现代人特有的一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查考一下过去的历史里面，好像大家都会说我很忙碌，很多的神学家也都说他们很忙碌。但是特别是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特别为此他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他说，当我要服侍1个小时，我要服侍2个小时，我就安静到主面前1个小时、2个小时。他将主放在前面，因此忙碌是我们一般人的借口与弊病。我们都会说我非常的忙，但是在透过一次检视你的1天、1周的行事历之后，你会发觉上帝实在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24小时都非常的忙碌。因此我们成为在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说，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的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逃离忙碌的陷阱与罪恶，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不要来得罪神，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你都必须来到主的面前。安息，这个安息代表的是与主亲近的时间，不要夺去你跟主亲近的这段时间。如此，你将主放在第一位，我想你的时间你就会蒙受上帝的祝福。因此，我们要特别为那些忙碌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赐下时间管理的恩赐给他们。在周报的第9页，我们有这个礼拜的灵修的经文的操练，里面的这些经文和默想，都是要来提醒、协助我们透过时间的管理，来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能够知道我们每个时间都有他上帝的次序。我们以礼拜6的经文，在传道书第3章2到3节以及6到8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传道书里面他说的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被拔出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其实要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也在告诉我们掌握时间的主权是在于上帝。因此希望透过这些灵修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再去思考，我们最常在哪些事情上面浪费时间，以及我们要如何来做好时间的管家。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个学习的道路是一辈子的，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事件在做时间的管理。愿主赐福，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安排了这有次序的时间。无论什么样的时间，我们都知道都是主你在掌权的。无论我们欢喜、快乐、哀伤、痛苦，都是按着主你的计划在进行的。但是主你却又将这时间管理的权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享有一样的时间。在每一天当中，我们要安排，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优先顺序，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也让我们透过时间的管理，我们能够有分别为圣的时间，来与你亲近，来传扬你的福音。愿主你亲自赐福，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透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与工具，
来合神心意的好管家。愿主你亲自带领。此时我们要用主耶稣的文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